歡迎大家返嚟井旁 Make It Happen， 我係傳道人 Maggie， 今次會同大家講下約書亞記裏邊嘅拉合，究竟佢憑咩去逆轉人生呢？開始之前，請大家幫手啊 ，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， 條片就可以更加多人睇。如果想了解下我哋嘅查經課程，歡迎以電郵聯絡我哋噶。拉合呢個名嘅希伯來文字根呢，意思就係寬闊或者係寬敞，我覺得都好似佢嘅性格噶，因為佢睇嘢嘅角度係比較闊，唔會限制咗一啲事發生嘅可能性。呢個咪就係佢可以逆轉人生嘅關鍵咯。或者我簡單咁講下拉合嘅故事先啦。約書亞要攻打耶利哥城，佢就派咗2個探子入城去探路啦。點知呢，耶利哥王就收到風要去捉佢哋啊！佢哋就誤打誤撞咁樣走咗入去拉合間屋匿埋，拉合竟然應承幫佢哋。原來呢，佢聽過耶和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嘅事啊，就相信神嘅大能，認為幫以色列就係佢條救命繩啊。結果以色列收復耶利哥，拉合就全家得救。有冇諗過拉合呢個舉動係好冒險噶？摩西第一次吩咐12探子去窺探迦南地，佢哋返嚟嘅答案就係民數記13章28節上，住在那地的人強壯，城又堅固又十分高大。咁係即係話耶利哥王嘅軍事力量雄厚，得罪咗佢啊，好容易命都冇啊！嗰陣時耶利哥城個個都人心惶惶啦，對外來人係特別敏感嘅。耶利哥王可以知道2個探子入咗佢間屋，就見到有幾多耳目會舉報拉合啦，所以要收埋佢哋，仲要幫佢哋出城啊，實在非常之冒險啊！咁點解拉合又會選擇冒呢個險呢？記得包維坤博士講過呢，睇到嘅嘢唔係真實，睇唔到嘅先至係真啊！呢句說話就越諗呢越有意思，因為人睇到嘅嘢真係好有限啊！記得2016年嘅暑假，本來我報咗一個好想讀嘅課程，但後來就因為有事上唔到幾堂啦，迫於無奈就要取消啦，真係好激氣。但係後尾我先至知道點解我要停課，因為我個仔冇幾耐之後就確診咗癌症，神知道我要喺呢個暑假照顧佢，一早就為我預留咗呢3個月。原來我哋可以見到嘅考慮因素都唔係完整嘅事實，因為我哋睇唔到神喺後台嘅預備啊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拉合嘅諗法嚟嘅，因為佢救2個探子嘅原因就係約書亞記2章9節上，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給你們了。當時約書亞同班以色列人仲喺約旦河東嘅，都未有落開戰啦。加上耶利哥王應該已經部署咗唔少高大威猛、訓練有素嘅軍隊㗎。以色列人真係可以攻入城？不過拉合就好肯定以色列人一定可以取得耶利哥。佢相信耶和華已經承諾咗賜迦南地俾佢哋，呢位至高嘅神一定會有佢嘅方法去完成嘅。我哋成日都話要定睛仰望神，但係咧實行起上嚟又真係唔容易喎。因為當我哋遇到困難啦，又或者要做一啲緊要嘅決定嗰陣時，第一個反應就係望下周圍嘅環境先，然之後咧就好理性咁樣去計算下佢嘅可行性，再決定下一步點做。其實咧咁樣唔係錯嘅喎。不過如果我哋冇計埋神入去嘅話，呢條數就好容易計錯噶啦。拉合又點樣可以信一位看不見嘅上帝呢？雖然拉合只係聽過耶和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同埋咧點樣去滅絕亞摩利人嘅2個王，但係呢2件事係違反常理噶嘛。
拉合呢見到嘅唔止係神有幾犀利啊，更重要嘅就係認識到神是誰。約書亞記2章11節下，耶和華你們的神是天上和地上的神。雖然拉合未必去到回轉認信嘅地步啊，但係呢個認識就令佢明白到耶和華係至高嘅神。咁既然係咁咯，佢咪選擇唔認命，將自己同埋家人嘅生命都壓喺耶和華上邊，投靠佢去逆轉人生。因為拉合相信人生嘅轉機就喺呢位至高神裏邊。拉合只係見到神好少好少嘅外邦人，未曾同神建立任何關係，但係呢，佢都相信耶和華嘅能力可以超越自己眼見嘅環境，所以佢就把握機會去投靠神咯。但係相反，好多時基督徒都好怕行出自己嘅安舒區，就算唔滿意自己嘅現狀，都寧願喺原地踏步，冇勇氣行出一步去改變噶。例如唔敢去發展自己嘅興趣啦，唔敢喺人際關係裏邊設界線，唔敢去重建一個健康嘅家庭關係，唔敢去表達自己嘅想法，等等等等，好多好多。我哋同神嘅關係唔係比拉合更加好咩？點解我哋反而唔敢藉住信靠神去改變自己嘅處境嘅？如果喺你眼前已經有一個機會，又或者有啲嘢自己可以嘗試嘅話，就不妨去禱告求神嘅指引，俾你去踏出呢一步啦。即使你行錯嘅都唔緊要噶，有時我哋就係要經過錯誤去學習噶嘛。要相信神一定會帶你行返一條適當嘅路。但係如果你仍然坐喺自己安舒區，唔行出嚟嘅話，就永遠困喺個圈裏邊。就算神已經為你預備晒所有嘅指示牌，都冇用啦。拉合依靠耶和華，就等於同耶利哥王作對，有一定風險噶。同樣我哋行出安舒區，都會帶住一定嘅風險。但係肯行出一步嘅話，個結果可以係出乎我哋意料之外。約書亞記6章25節上，而妓女拉合與他的父家以及他所有的一切，約書亞讓他們存活。唔單止係咁啊，馬太福音1章5至6節，佢仲記載咗拉合喺神嘅子民以色列嘅族譜裏邊成為大衛嘅祖先。拉合可以咁堅定咁行出呢一步，就係因為佢見到以色列人嘅經歷。所以我哋恆常去逐一數算神嘅恩典係好重要，甚至寫低佢。呢啲就係我哋信心嘅泉源啦。你會更加清楚知道神原來喺自己生活每一個小部分都睇到實噶。咁何況你要決定去行出突破性呢一步呢？有啲咩一直屈住喺你嘅心裏邊噶？又或者有啲乜嘢你一直都想去做噶？又或者有冇啲問題你一直都逃避緊嘅呢？如果有嘅話，而家就鼓起勇氣喺禱告裏邊開始行第一步啦。多謝大家睇晒我哋呢條片。如果開始嗰時未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嘅話，麻煩而家就幫手撳一撳個掣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